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这根三明线一件公安的疏失。讲昨新北一个民众要对顶埔站坐这根边啊三明线咧施工的管啊，所对空中落来，险落伫伊的面头前，险就去卡到。新北这运局是回应讲，已经要求暂停施工，照契约的规定，会罚厂商3万起跳。外口咧落38号，工程要持续咧施工，工人伫咧1号坐运三英线。完工了后，会当串联坐运板南线，即马所逼出公安的疏失。规条的钢筋入去，现为半空中落落来。新北一个张先生，29早起11点外，行到坐运顶埔站头前，钢筋熊落伫伊的面头前，敢若离伊3公尺远。看到三阴线上面有人在施工啊，我就看，那奇怪，怎么都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？我就稍微迟疑了一下，结果就在看的那一下子就掉一根钢筋下来，那个是吓一跳又生气了。搁登去代志发生的地点，施工的三英线下骹就是板南线顶埔站的出口，还有公车牌仔，人阵来去，车嘛袂少。施工的钢筋熊为顶管落落来，然后在地居民感觉真烦恼。有东西掉下来会害怕，对啊，怕会发生什么意外。希望就是相关单位可以做好防护措施。我平常也都是走这边上下班嘛，所以它突然掉下，我也不是很一直往上面看啊，会比较怕被砸到这样。三英线坐运的工地前几工才落检，互发现9项缺失，一届搁出状况，还搁差一点害人受伤。新北坐运局回应讲，已经要求暂停施工，地面施工的范围会先围起来。买按契约的规定，甲厂商罚至少3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